空姐其實之所以俾到大家咁大嘅想像空間呢，其實都係因為睇戲睇得太多。空姐係特別拜金嘅喎，佢哋係特別想嫁個有錢人嘅喎。而最污糟嘅係未必可以清潔得咁 details， 而睇落去亦都唔覺得污糟嘅地方。見空姐靚女啦，身材好啦，英文越流利越有着數，咁你就錯晒啦。空姐係咪要洗廁所嘅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Florence， 係好耐冇見嘅空姐題材啊！之前咧我都拍過2集啦，關於空姐嘅大揭秘啦。如果你哋仲未睇嘅話咧，一定要即刻去睇翻先。不過咧，見到大家咧都好似意猶未盡咁樣啦，有時咧都會問我關於一啲空姐嘅迷思嘅，所以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空姐10大迷思。歡迎大家咧睇完片之後咧喺下邊留言區嗰度熱烈討論，我會加入大家嘅。空姐其實之所以俾到大家咁大嘅想像空間咧，其實都係因為睇戲睇得太多，咩戲就唔講啦，總之咩戲都有啦。咁大家一定會覺得空姐一定係又靚啦、又高啦、又瘦啦，甚至會覺得一定係想識有錢人啦或者機師嘅。仲有輕輕鬆鬆、靚靚咁返工，然後放工。第二，因為空姐呢個職業咧，永遠都好似有啲行外人永遠睇唔到嘅嘢，工作上面嘅操作咧，又好似好神秘咁樣。所以今日我就整合咗10個最多人問過我關於空姐嘅問題，然後逐一解答大家。當然啦，我以下嘅答案咧，全部都係我自己曾經做過嗰一間公司嘅，咁其他航空公司咧，我就唔知道啦。咁大家睇完片之後話俾我知，有冇一啲係顛覆咗你對空姐呢個職業嘅睇法呢？記得留言話我知，仲有都要記得要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。我哋去片。迷思1，做空姐有冇身高嘅要求呢？要幾高先可以做得呢？我做嗰間公司咧係冇身高要求嘅，冇錯，就算你160都唔夠咧，你都有權可以做到空姐嘅。而佢哋嘅要求咧就係 arm reach 嘅標準要達標，即係除咗鞋趌高腳，你只要掂到208cm， 即係你有權咧係生得比較矮啦，但係手長腳長啦都可以通過到嘅。我自己本人咧就係160cm 啦，咁我係掂到啦。同埋我想講咧，其實咧好多空姐去見工之前咧都會喺屋企先畫一條線喺埲牆度。208cm， 你喺屋企練夠啦，肯定掂到啦，先至去，咁就冇問題噶啦。因為其實咧，你喺未做任何 interview 之前咧，首先你都要通過呢個 arm reach 嘅 test 先嘅。如果你連呢度都未通過嘅話咧，就可以直接翻屋企噶啦。咁而男仔嘅 arm reach 嘅標準咧都係208cm 嘅，所以其實大部分男仔都係輕鬆過關。迷思2，飛機上係咪有專屬於空姐嘅餐飲嘅呢？同埋佢哋係食啲咩？幾時食呢？首先係官方嘅答案，空姐係有 crew meal 嘅，咁食嘅嘢咧其實係同 econ 嘅乘客一樣嘅。咁唯一有少少嘅好處咧，就係可以揀先過乘客嘅。而非官方嘅答案咧，就係如果商務艙嘅餐係有多嘅話咧，當然空姐就會揀食商務餐啦。咁到底我哋係幾時食嘅咧？同埋喺邊度食嘅咧？食飯嘅時間咧，主要就係喺做完 service 之後，即係安排好晒客人嘅用餐啦、派餐啦、收餐啦等等。咁去到呢個時間咧，就到空姐食飯啦。而食飯嘅地方咧，就係喺 galley 入邊，咁裏邊係冇凳嘅，咁所以都係企喺度食嘅啫。我自己咧就從來冇試過坐低食飯嘅。迷思3，空姐係咪要洗廁所嘅咧？我可以話俾你知，都算係嘅，因為我哋其中有一個 duty 咧，就係 toilet check， 即係每隔一段時間咧，我哋要輪流檢查下個廁所嘅。咁檢查廁所係要做啲咩咧？咁都要抹一抹嗰啲廁所板啦，噴一噴一啲消毒啊、清潔劑咁樣嘅。咁呢一個咧，就算係我哋叫做洗廁所嘅程序啦。不過唔使驚，如果係一啲災難性嘅情況，即係已經嘔到成個廁所都係嘔吐物啦，或者已經塞晒啦個廁所，咁我哋會直接將個廁所封咗佢，等到咧降落之後咧，清潔人員咧就會幫忙處理噶啦。迷思4，機上面最污糟嘅地方係，你哋估唔估到咧？會唔會覺得係廁所咧？其實唔係。
因為廁所咧每一班機登機之前咧都一定會做消毒同埋清潔嘅，而最污糟嘅係未必可以清潔得咁 details， 而睇落去亦都唔覺得污糟嘅地方，就最易瀨嘢啦，就係椅背嘅餐台同埋椅背收納袋。餐台咧真係未必可以每一程機都趕得切抹得乾乾淨淨同埋消毒好啊，所以建議大家搭飛機嘅時候真係自己消一消毒抹一抹先，因為點都會用到噶嘛。而椅背收納袋咧，大家都應該 feel 到咁多窿窿罅罅係好難可以徹底清潔嘅，所以如非必要就真係唔好搞佢。迷思5，空姐嘅工作係咪好輕鬆嘅咧？好多假放同埋工時係幾長呢？到今日咧，都係仲有好多人覺得空姐嘅工作係好輕鬆嘅，主要咧就係扮下靚啊咁樣。咁我都唔否認，做得空姐嘅女仔90%都係中意扮靚噶啦。但係我真係覺得多數空姐都係外柔內剛嘅。分享下空姐主要嘅工作內容係包括每一班機之前提早返公司 briefing 啦，喺機上面迎接乘客啦，協助乘客放好佢哋嘅手提行李 ，pre-landing、pre-take-off check、set up 餐車、派餐、提供茶同咖啡、收餐、清潔廁所。有時你嘅崗位咧仲要做埋 duty free 嘅銷售員，仲未計喺飛機途中突如其來客人嘅要求同埋事情，係大部分時間都係冇停過，所以對體力嘅需求絕對唔低嘅。咁工時咧？咁呢個咧就真係冇標準啦，亦都冇得指定想飛短途機定係長途機嘅。咁但係咧公司咧係有一個 system 咧係俾空服員之間互相可以有機會 swap 到航班。咁而假期方面咧，我都承認係比起一般返 office 1至5係可以放得多啲假嘅。基本上咧1個月可以有10至12日假期都係好正常。其實做空姐其中一個最大嘅挑戰就係作息唔定時，長期日夜顛倒，睡眠質素欠佳。有時咧長途機中間只係瞓得2-3個鐘啦，起身之後咧仲要繼續做嘢，有時更加要通頂工作。所以咧我嘅身體啦同埋睡眠質素咧，其實由嗰時咧都影響至今。而家我做健身教練啦、拍 YouTube 啦，同埋經營美容嘅產品，咁多身份之下，的確到夜晚咧，我都會因為工作嘅壓力啦，同埋生活嘅壓力咧，搞到精神好緊張啊，就令到我瞓唔着啦，同埋睡眠質素都好差。就喺2個星期之前，我就收到 Collegium 嘅忘憂睡眠啫喱，於是我就即刻親身試驗一下，係咪真係咁 work 咧？因為其實我之前都試過一啲褪黑素嘅產品啦，都唔係特別有效果。每晚臨瞓之前1個鐘，我就會食一條 Collegium 嘅忘憂睡眠啫喱。到而家咧已經食咗2個禮拜啦，發現真係可以令我自然入睡，一覺瞓天光，完全冇扎醒過。起身嗰刻係好精神，瞓得好足好夠嘅感覺，完全解決咗我成日唔夠瞓啦，同埋瞓唔着嘅問題。呢一個咧係助眠嘅零食，亦都係藥劑師嘅配方。一條助眠啫喱就等於其他助眠片嘅3至4粒啦。秘訣在於佢有8種天然成分，啟動4層睡眠模式，特別針對因為壓力大而瞓唔到啦，或者唔可以維持深層睡眠，經常易醒，同埋瞓完之後都覺得好攰，好似冇瞓過嘅人。產品專利嘅羅布瑪成分可以有效喺8日提升睡眠品質。而產品選用嘅 GABA 成分亦都有證實顯示4週可以改善睡眠困擾，所以呢2種成分加埋一齊就係快速入眠嘅關鍵啦。另外，色氨酸就係我哋生理時鐘嘅重要因子，可以改善壓力啦、焦慮、煩躁同埋失眠嘅症狀，令到你嘅情緒可以長期穩定，瞓得舒舒服服。仲有產品係特別加入咗海草鈣同埋氧化鎂嘅成分，會向你嘅大腦傳遞需要休息嘅信號，令到繃緊嘅肌肉放鬆，絕對係可以減少早醒嘅機會。第2朝起身就會精力充沛。佢係啫喱嘅形狀，梅子味，酸酸甜甜，味道我可以直接用好味嚟形容啊，亦都唔會好似藥丸咁難吞。獨立包裝，一次一條，方便帶埋去旅行添。最重要係呢個產品不含中西藥嘅成分，全部都係天然草本，成分安全，冇副作用，亦都唔會依賴第2日瞓醒精力充沛，從根源改善睡眠質素，亦都係零蔗糖，冇體重負擔，就係咁好成功咁樣幫我解決到失眠嘅問題，同埋改善到睡眠嘅質素啦。
如果你都想每晚無憂無慮咁瞓得好，你就係時候要試下啦。產品係萬寧有售，記得要去影片下面嘅資訊欄攞埋20蚊嘅現金券啦。忘憂睡眠啫喱一條瞓到自然醒。翻嚟介紹完忘憂睡眠啫喱，繼續我哋迷思6。八卦嘅大家都係好有興趣知道空姐係咪都係拜金，而呢一個圈係咪好亂嘅呢？如果你對拜金嘅定義係中意買名牌、中意靚嘢、中意揾錢，我想講呢啲全部都唔關係唔係空姐事，甚至係唔關性別事啊！即係我覺得每一行都會有呢一種人，而呢一種人亦都唔代表佢哋有問題喎。即係有啲人可以好慳，將佢嘅人工一大橛都可以儲起佢，亦都有人會將人工嘅一大橛使晒佢。其實兩種人我都覺得係冇乜問題嘅。之後你就會話唔係喎，空姐係特別拜金嘅喎，佢哋係特別想嫁個有錢人嘅喎。以我親身嘅感受，認識咁多位空姐或者前空姐們，佢哋80%以上都係靠自己使自己嘅錢。係冇特別呢一種諗法嘅，而剩翻嗰2成人呢，的確我唔否認係會想從空姐呢個職業嫁個有錢人嘅。迷思7，係咪有免費機票？係咪有一折機票啊？冇錯，空姐係可以拎到免費機票或者一折機票嘅，不過並唔係你想拎就可以即刻拎到嘅。第一，每年係有 quota 嘅，而且係要 stand by 嘅。即係咧，淡季就會穩陣啲，上到機嘅多數。咁如果旺季咧，就要諗下啦。咁即係上唔到機係點咧？就係等下一班機，等到有位為止，你就可以上到機啦。而上機嘅先後次序咧，都係根據年資咁樣安排嘅。咁一折嘅機票都一樣啦，都係有 quota，亦都係要 stand by 嘅。咁呢個免費或者一折嘅機票咧，都絕對係空姐嘅公司福利嚟嘅。嚟到迷思8，空姐嘅人工係點計嘅咧？乜嘢叫做外站津貼 （outport allowance） 咧？基本上每個月嘅總收入咧，就係底薪加呢個外站津貼啦。而底薪亦都係用你嘅飛行時數去計出嚟嘅。可能你聽過最低保證底薪9000蚊，其實個意思即係話你嘅飛行時數乘以屬於你嘅底薪。呢一個價錢出到嚟，如果係高過9000蚊嘅話咧，就會出高嗰個價錢俾你。咁呢9000蚊就唔會再額外俾你噶啦。但係你話唔係喎，如果你嘅飛行時數乘咗你嘅時薪係少過9000蚊咧，公司都會保證你最少底薪會出翻9000蚊俾你嘅。咁所以呢一個9000蚊嘅底薪咧，我哋就叫做保證底薪。就算你嗰個月飛咗0個小時，1個鐘都冇飛過，你都依然會有呢9000蚊底薪嘅。第2 part 就係外站津貼，呢一啲外站津貼咧，起碼要過1晚夜先至有嘅，就會係根據翻你當地嘅物價指數啦，同埋你逗留嘅長短而決定。等我俾個例子大家啦，如果你係飛南非同埋蘇黎世，而呢兩個地方逗留嘅時間係一樣嘅話咧，飛南非嘅 allowance係會少過蘇黎世大概2500蚊港紙嘅。迷思9，空姐見工係咪一定係睇外表咧？係咪靚就贏咧？好多人一定覺得見空姐靚女啦，身材好啦，英文越流利越有着數，咁你就錯晒啦。首先我哋講下儀容方面，佢哋着重嘅係乜嘢咧？係乾淨、整潔同埋精神。即係首先你去見工，你嗰套衫如果又唔燙啦，巢掹掹咁樣咧，就已經好大鑊噶啦。化妝一定係以淡妝為主，即係望落去咧會係乾淨啦、整齊啦，同埋精神係最緊要嘅。髮型咧，我私心俾 tips 大家，直接紮啲越似空姐嗰個頭去越好。咁樣考官望落去咧，第一印象咧都已經似咗一半個空姐啦。如果嗰啲唔紮頭髮啊、披頭散髮啊，或者好似呢啲金毛咁樣咧，都係大忌嚟嘅。最後嚟到迷思嘅第10個啦，究竟面試想要成功，考官最着重係啲咩咧？頭先外表儀容就講完啦，到真正踏入 interview 有啲咩要注意咧？第一，由你一踏入個城開始，你就要面帶笑容，直到離開。中間咧記得咧唔好唔小心黑咗面啦、反咗眼啊呢啲。
因為據說咧考官咧係會隨時隨地不定時咁樣 mon 住嚟見工嘅人㗎。之前講過啦，第一關咧就係要通過 AMRICH 嘅測試啦。當你過咗關之後，就正式嚟到 group interview。去到 group interview 嘅時候咧，千祈唔好懶醒，千祈唔好太 aggressive 或者搶晒啲嘢講。講一個我親身經歷嘅真實事件俾大家聽。喺我嘅 group interview 嘅時候咧，有一個女仔咧，好明顯咧就係外國讀書翻嚟啦，流利英語。而喺 group interview 入邊咧，佢係好 aggressive 啦，講好多嘢啦。而最後佢喺呢個 group interview 係被摟走咗嘅。而我當日係點嘅咧？大約講咗3至4句嘢啦，同埋最緊要記得一定要保持笑容啦，要同人哋有互動啦，有眼神嘅接觸啦。因為其實佢哋最着重嘅咧係團體嘅精神、合作性同埋有禮貌啊。咁我諗大家睇到呢度都明白佢哋大概係要啲咩啦。咁當然啦，過到 group interview 咧就當係第一關啦，後邊咧仲有第2啊、第3關咁嘅。咁但係咧，今日咧已經講咗好長啦，時間有限，所以咧，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想知道 interview 過咗第一關之後會係點樣先至正式被取錄咧，直接喺留言話俾我知，我要睇啊，我要繼續睇啊，咁就得噶啦。咁之後咧，我就會繼續拍一啲空姐內容俾大家睇下啦。希望大家鍾意今集嘅分享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